新發現。10幾歲啊，嗰陣仲細啲添，13、14歲啦，13歲就可以扮陳百強。去廣播道排隊等面試嘅。廣播道喺 TVB 係咪啊？係啊，係啊 ，TVB 有個陳百強，以前好興嘅。以前好多呢啲模仿大賽，好多嘅，好多都係咁樣出嚟嘅。譬如話上個禮拜嚟陳松伶咁先算啦，佢都係模仿Sally 噶嘛，葉倩文嘅比賽出嚟噶嘛。咁但係之後就即刻就變翻自己把聲音，都好啱嘅嚇。咁你都係啊，我估唔到喎，以前係陳百強嘅，但我隨時仲可以 switch 翻去嗰個聲。少年陳百強，淨係用晒啲即係個高音嗰啲唔落低音就係佢個聲。不過佢啲歌咧就真係令人有好大嘅迴響。等咧係啊。呢一隻歌係我去好多地方登台啦，或者甚至乎我有一段時間喺台灣做嘢啦，居然啲台灣朋友個個都同我講，我哋好中意陳百強嘅等啊，咁奇怪啊！台灣都識呢一，完全係打破咗語言界限。係啊，呢一個呢隻其實真係好幽怨啊！真係啦，啱晒，所以頭先我特別點你唱呢一首，果然幽怨啊！今日我哋嘅特別嘉賓咧係胡渭康。其實我唔係咁幽怨嘅，係咩？係咩？唔係，我覺得你平時如果你一嚟親呢個節目咧，唱好多抒情嘅咧，都係有啲因為個氣氛啊嘛。係啦，氣氛啦，係幽怨係好噶，有啲歌真係難得幽怨啊嘛。今晚咧就好多個你可以自由演繹啦。咁啊，突然間真係無端端咧，我哋聽咗幾首少年陳百強，無心插柳，係啦，好好活啊！咁啊，跟住落嚟係你自己嘅選擇嚟咯，係咪？我哋既然有時間，我又想唱隻國語歌啊！好，我哋係有時間唱幾隻，兩隻都夠。唔知道嘅，我通常都唔睇中。好，我哋先恰似你的溫柔啊！好嘛 ，Vincy Lawrence 唔該。的某一天，就讓一張破碎的臉，難以開口的再見，就讓一切走遠，這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我們覺得沒有哭泣，讓它淡淡地來，讓它好好地去，到如今年復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懷念，懷念你，懷念從前，但願那海風再起，之內那浪花的手，加似你的溫柔。